府运动，还可会当拿宣传活动，安尼嘛算是一兼二顾。宜兰县县长林姿妙为着要行销台湾北部妈祖文化节，带县政府的团队组织一个拍拼顶线联名，伫咧跳舞，引起到无党籍的议员惊体，讲安尼宜兰敢会变做是办活动伫咧地关。县政府嘛强调讲，大家拢是利用下班时间伫咧学跳舞，嘛无强迫大家一定爱参加办活动，会当互大家拿交流。 宜兰县长林姿妙带着县政府的团队，伫咧台顶摇来摇去，大跳1990年的流行歌，现场的气氛是真热烈。虽然动作有小可袂顺，毋过看起来有模有样。为着要来宣传2019年北台湾妈祖文化节，林姿妙带着县政府的团队聊落去。毋过这个画面刷声来宜兰县的议员来骂，因为过几次已经应该够忙了啦。 还要有时间让他来跳这舞哦，我就感觉很奇怪，看起来是好像办活动自限的。来骂这个林姿妙，讲伊县政府的工课还袂做完，哪有时间要求主管跳舞？更加质疑跳舞甲妈祖文化节有啥物关系？虽然有人无认同，但是嘛有人看好。 办活动的心情是希望来带动这个人潮。我认为讲这也无啥唔对啊。有人介意，嘛有人反对，声外界咧讨论，县政府嘛赶紧出面来讲，24个局处长出席率有6成，而且大家拢是利用下班的时间来咧练习，并无影响县情。没有说上班时间来练习。没有，绝对没有，完全都是下班时间，请主管他们依照自己的意愿下来练习。县府再三强调，绝对无强迫参加，而且佫会当增加部门的交流，嘛是推广妈祖文化节的另外一种好处。不过，平常时严肃的县政团队，电视活泼的一面，无管外界是毋是介意，拢成功来掀起话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